2025年從自己單打獨鬥到而家多咗3個志同道合嘅戰友，我好珍惜我哋而家呢一份嘅感情。2026我希望佢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實現自己嘅夢想，發展得更加之好，事業做得更加叻。當然啦，我要同我老婆開開心心度過1年又1年。2025年呢，我嘅事業終於迎嚟咗一片春天啊！但係至於感情，依然係一片空白嘅。2026年呢，我就決定暫緩一下我嘅感情，帶我媽去多啲好玩嘅地方走返轉。2025年我已經解決晒我所有嘅煩惱，喺2026年我又老1歲啦。咁啊，希望喺今年呢，可以俾一個安穩嘅環境我老婆之餘，仲可以俾多啲家用我屋企人。喺我呢個咁嘅年紀啦，都唔求咩大富大貴啦。最緊要就係一家人齊齊整整啊！耶！2025，我有了新的大家庭，找到了新的事業方向。2026年，希望把我的好運傳遞給大家，每個人都能書寫嶄新的一頁。2026，祝大家新春快樂，馬上有錢，財神補品大賣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！